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来感染梦之旁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你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阿妹啊，太子也忙转来啊。啊，哎呦，阿妹，太子哦，几天心情无好，水烘烘啊。等伊心情较平静哦，其实用要转来啦，就唔是烧咧。俺那有烧钱哦，叫用吃菜钱嘛，系冇？我讲呀，阿妹，跟咱做了。其实要好多要做量。我为到我有好年啊，但讲哦，老家是好嘅哦。阿妹有输送冇？要按样好钱，阿妹就轻听咧。不过，伢太子啊，就冇像伢两啥样，个性暗坏，脾气又硬硬。阿妹，太子哦，求自家嘅好啊，当多地方哦，咁咪冇法度捞佢比。阿妹，跟老家是哦，忙用作用的功夫较好。两啥就当好，伢两啥哦，要按样好心，阿妹就真欢喜咧啊！哎呀，聪哥啊，系啊，你没讲去钓鱼啊？哦系啊，根本吼，同事打电话来用啊去钓鱼嘅，佢讲吼，根本去地方吼，好冻江咧，唔系冻多，还有冇买人。阿妹啊，有兴趣冇？下摆吼，我听你落去。阿妹啊，我看，乜个？我根本冇去啊。怎么冇去呢？佢太子又还蛮转来，我相片登记啊。要按样先就拉咧，唔对咪讲，伢太子电话就会转来咩？好，放心，阿妹冇事情啊，当然就好去接去啊。佢唔过，唔讲嘛计咯，你钓下多鱼诶，等伢太子转来时间，你就讲啊，太子我钓上来，好失望咁嘅，啊唔咪当好咩？好，阿妹，我就准备出门啦。好，好，等下好小事转来吼，食太菜。阿妹等你小心啊，好，我是太硬好，阿妹，大家好。啊，中国生意呢？我知啊。啊，记得冇生意的话。哦。你家在做嘛？你做嘛辞职？事情变到暗要，行到御花园送这么机会啊，变冇睇咧，我真嘅冇面子哦，再打下去啦。一段时间哦，什么嘢照顾啦？人家出了罪，不准辞职，错了听你的讲。曹哥，呢啲係問題啊！我都電有冇填一份留下來啊？逃避可以解決問題咩？啊？
你将遐撞啊路高高的，2000嘛，你去干嘞？阿弟要面对一切，是要千台勇气。坦是讲真实的，对面晚留嘢家人，感觉一些责任了冇？已經真有20年了，我再會生你啦。你生你都太痛苦了，看你給人痛苦多少的，要讓家人你是責任了冇啊？事情冇影響嘅案件單，我要俾人交代啊，佢冇一天會接書啦。爹好，唔係我愛散，我係做唔對冇愛散啦。係幾天呢？過2年，我就轉去日本啦。你日本？你日本做嘛嘅咯？啊？唔同阿文快失苦，他生人咯，生人嘅時候該睇別嘅醫藥費呢？啊對哪來？你係捱清痛苦嘅所在啦。留下來啦，留下來不但可以解決個問題，但依法也需要去太除啊。蠻後生，還挺有前途。假使有乜嘅困難，我慢慢同解決。雖然你醫藥費也唔會有問題啊。蔡哥，係當感謝你。啲大嘅時間按停來，不過，佢還沒幾天我再去日本，做啲老外伴娘來啊，一家團圓。以後飛嘅事，大不了我去做社員工，冇就去工體做苦工嘛做得啦。2扎沙飛只要肯做。就唔怕存唔到錢啊！咁唔係，既然難堅持，我也冇怕留。但是我記得，去到日本有乜嘅困難，盡量請來，我會想辦法幫。記得咯，唔好讓長咧。愛弟啦，蔡哥，什麼意啊？哦，有嘞，係，有本照睇咧，你荷包多啲咩㗎啦？關下意啊！我不然你吃饱哎，一條嘛掉唔到。哎呀，唔看得錯，還有耐心呢，掉唔到半條也冇關係。個釣魚啊，所以有耐心啊，還有啊，等魚會培養感情，哎呀釣一道，可以一條就釣冇，你啊，真是要修身養性的呀。你要好唔同耐味，你講這個，乜冇掉半條，講啊！較細長條啊，講法很太長，啲魚變黑咗個神哦。我當主的啊，難怪我都市人有。哎，你在幹啥？你條案子，我寫啲東西做嚟樣點樣嘛㗎？我有本使事的嘞。咁可以啊，你用啥去做哦？得廠啊，我了下來冇啦。反正係我寫啦，冇要快的呢。你用啥錢意啦？哎，我記得啊，等下帶寫進來，哦。好啦，唔是客氣的啦。你買進來變實數的啦。佢哋啊，你魚在培養感情。
到底等来咯？行安救养寻唔到间杂货店啦。我记得吼，安尼早上骑车来时节，我创有看到间杂货店呢，隔壁应该是卖食的啦。你讲如何改建哦？系啊。你们遐做得讲的嘛？做顶还是骑车过来？改你遐你转去嘛？我都改变行过来了，你要转一圈，我没点了嘞。拜托你下摆出来钓我，地方先看好了好嘛？跟你自家用唔成看，是不讲啊？你条安辣啦，你都歹死啊！喊你得床啊聪明，下摆吼，啊钓我一天得床出来卖，无给人太桥哦，无必运通哦，用做得。哎呀，到底系应该救啦？为多了，差不多点出都投钱啊，很食材哦，见摆是样嘅。那种啊，芹菜啊，杂货店哦，有时的时候很痛嘛啊。哦。我看啦，你是想得从脚卡电动啦哈。啊，你有冇想到呢？现在从台边动来说啦，错哈，下摆钓一天就准备啦。要加几钱？100元。啊，我来有2钱。哦。咁冇想到跳动主热条安啦，这从也有法度安对掉。来看啊，其实爱上钓鱼嘞，还爱钓鱼比爱钓较好啦。那比爱上一只啊，冇应该爱什么呀？啊，看佢啊，佢想钓只美人鱼转鱼啊。行了呀，咁冇乜热条安啦，你哋聊量係肯照啦，你都不是。唔係啦。你都要量哦，嗰啲廠下底你買少啲賺錢咧，行啦。好啦。啲廠啊，少啲東西買轉嚟咯。嚇！啲廠，見到。啲廠啊！啊！叔叔，打電話叫警察嚟啊！哦，哎呀，冇條魚啊，用吉山啊！見到啲人工護士嚟嘅點啊？喂，記住啊！我哋咩用完接到，記得睇叫警察叫你啊！地方係市農睇嘅後巴船啊！好，記得。啲廠啊！米兰姨啊，讲搞外使落别管呢，讲对冇做较好吧？唉，冇做。你跟木主很鸟哎哈？哎
人老了咩？人老啊，咁冇做就麻烦，一家就要照顾一家，冇慢人关心咯，系嘛？其实啊，我亲手阿长姑，啊，也当面个刁我，迄刁我啊，佢几年咁冇做啊，可能破败的事，咁冇做真正烦了。都是为样哈，咁我都地不要喊半夜了，哈，一说这么摇哈，喏，做嘛呢？事情过得就好了哈，没事了，别叫，人家弄我看到动白线。还没听下心情嘛，还没了解哈，了解下心情。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公开，你讲。好的呐，还没了解下心情，还没低，还没清想咩，系冇？啊？人高兴就硬硬就度挨做嘛喏，哦，跟艰苦挨咩艰苦嘛，系冇？啊？哦，冇叫啊，对冇？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就好了，系冇？按太严嘞，我实在繁忙的事情想多就要想哈，冇出只人讲，按样对阿妹来讲，阿妹真伤心唔对冇？啊？有谈了冇？好了，真乖，啊。好，唔对啊，啊，走啊，这里。阿曼姨，阿真冇事啦，哈。地错办些事情嚟啦。上户什么？佢对个水头堵来。今天在水头堵啦，哈。基本都是打电话来用下去钓。佢讲叫我去提防冻江嘞，因为冻多，还我唔怕你。阿妹啊，有兴趣嘛？下摆推嘛去。阿妹啊，我今日我去了。佢太子又还完转了，相片得给。放心，阿妹冇事情啊。永远就好去见见啊！好，阿妹，我就准备出门了，我等下好休息了哈。
阿姨，阿姨呢？哎，阿姨呢？马时间伢的呀啊！哎，人家给我们啊，过去莫讲唔错啊唔错，但是你做阿爸人，虽然唔是一送礼啊，但是来见一面嘛，嗯。我有资格希望。 你也做个聪明，已经懂艰苦了，来去了，大家无法度谅解啊！我做一本大家，很加艰苦了。伊迄年来呢，伊讲四杂为太啊。 作为无办法谅解，你偏偏一天都出面啊，错冇？哎，你唔敢面对啊？啊？不管你怎样的想，你偏偏一天出现，唔使拉人呢，爱担当呢哈，唔过去做唔错事情呢，哎，你都付出一些代价嘛？我已经付出代价了。你付乜嘅代價？嚇？ 攞手來出，一口還來殺落去。唔可以啦，唔可以啦，唔可以。人家個衝馬嘅咯嚇，唔做咩都潮嗌，何況係同佢去送人來嘅，你點樣能夠變嘅咯？我看人心難改，但係嗰種相同嘅呢，人家是根本也唔敢面對。 你以後有個打算啦嚇？你見咩冇驚人來，你 healthy 性，驚人來呢？你都打去咪？唔會。你也有何必呢？又会变安尼啊！我在讲，我迄条鱼的做法本来假死了，又会就安尼做的啦，又会变安尼啊！阿哥就骗你了。会啦，安尼吼，天天讲阿从古看拢，因为难过啊。再讲，阿妹假使看拢叫到人伤心，叫我很加艰苦啊。好嘛，乖。阿妹咧，哈，伊遐年都奈哈。 不要重复的房间哦。出来从故出事以后，还没就一次带到几个叫，一带就带一救的。哎呀，就欠唔欠个啦？重复的东西输一来，没办法。 阿妹一次看到阿重过的东西，就想到阿重过。阿妹为什么阿哥？因为讲唔对嘅，阿哥当做的，阿妹做唔得结束啊！一定要哎阿妹有买一下就不要唔记得了，就算了，阿妹当然是会说阿哥，没做得啦。 在创永远是昨天，阮大家真难接受。尤其迄阿曼是
无等伊惨啦。不论好坏，我相信了事情会随时间过去的。以前敢真嘅要随时间过去啊？阿妹，你讲嘛？看资料啊，咱想讲哦，阿妹最好是客户的，咱请资料哦，可以买防范哦，不要客户较太面较皮，真的哦，钓不人生。钓马来啦，阿妹就是马盖，是吧？金耀文，你妹没休息啊？系啊，有冇多少？有啦，有同事哦，请我注意了啊。不过还是想哦，前一场的一直无闲搞嘅事情，无时间哦，好皮阿妹。故说哦，根本就留点不卡，好皮阿妹。阿妹啊，佮最近传他生意好冇？做得啦，冇要紧啦。做样事就好。你朋友钓鱼，同朋友去钓就冇要紧。钓鱼就要注意啦，冇落水田，暗夜的田面冇记注意啊。爱弟啊，有没有注意啊？从你就亲生的我生日呢，阿妹，一生日就你就来，我就真幸福了，好好去了，妹唔是烦恼阿妹，阿妹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
说好呢？要找时间，因为有人提煮饭哦。阿梅啊，你肚子摇哦，哈。来，拿来做啦。啊。妹，你太急做啦，你还得出去拼材料。今日来炒，把这个落好吗？好好做全部阿从故事。放心啦，那没事情。我只想把阿从故好好洗从给青老师来炒，好好送给你看。阿媽你介紹做埋嘅菜，我都挺想好。一定要有朋友啊！阿哥啊，请好是朋友。哎，还有啊，佢还有好食嘅，炒酸魚啊，還有客家炒雞係咪？啊，你很做的炒嘅，甜菜炒卵啊。还有啦，阿從姑主要是行一些鹽嘅，再加再行一些鹽好冇？我想到咧，上來做很有出，我睇下簽一下。好嘢哦！睇下。都話街啊嚇，要唔要我佢啲？唔咩啊，大家南流市場，我看樣嘅一起想講買上來煮飯太夾食啦。我聽到阿從姑聽到聲呢。師傅，你講煮飯買嘢食啦？哎，你請到飯呢？唔愛做哈？好了啦，沒鬧了。那你就開始了。是。万事如意，嘿呀，這時節禮拜做飯，你還從不做嘅菜呢？哦，阿哥，你看，你只有對你暗好呢，佢就冇為我做菜。都個弄個嘛啦。好了，他要做好了哈，開始吃飯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做應該啊？哦，拿相片。大姐，那我先睡啦。好。你就看阿哥哦，佢就暗道菜暗好食，係哦，笑到千歡喜。但從我安排安歡喜，大家都沒看過哦。好好上面啊，哎你哦，落個米啊。祝福阿從姑哦，一路好行。都能為自己萬事如意。阿妹啊，阿妹叫祝福大家萬事如意，來。
来，阿妹来。阿妹煮的菜都澎湃呢，有阿妹的招牌，风油，还有俺最好吃的就是炒菜炒。阿妹最近同学生呢，还有俩啦，有呢哦炒长笋。哦，真劲哦，有阿妹有面拖。还有俩。哦，生意哦，真有幸福感覺嘅。講真。师傅，没事情啊。师傅，好，冇事。阿长姑讲，佢真欢喜，礼拜推出安好的送别餐。今日用法哦，我就现今给得上过一笔啦。我就做记咧，等让我一个时间吼，喊出的石头按棚拍出来，好。你很逊哎。跟我们讲啊。我希望阿哥做的吃得好睡得饱，因为没烦恼。穷用好不好？全部好啦哈，唔该。阿长姑没得洗了没？是啊，你看阿长姑啊，笑得都欢喜哦。好了，给吃饭哈。好。阿长姑，阿爸对不起你，你够生气了，还莫照顾你了，最后一段路，我就没勇气送你，还莫资格做阿爸。阿长姑，强言我做阿爸没用，那个一场都是拜阿爸了。我希望以后他生意了，做对做好应该来的啦。得到你阿生意了，冇得到的幸福，冇快乐，阿长姑，阿爸对不起你。
对不起你。家姐，像个安东的，差唔多的呢。我转幼儿园上班呢啊。阿妹啊，我想来老铁路磁铁的转来不看呢。我听就阿珍又要练过艺术啦呀，我再讲哦，你幼儿园上班忙咗半年呢，我想去做。也冇出人高興啦嚇。娘啊，有冇事情暗啲啊？冇啊，我就想去做樂福卡天數聽聽咪。放心啦，阿妹冇事，阿妹沒想開你，我趕電話去上班，好冇？你從出生，叫做你冇來說，係咪佢已經離開台灣了呀？佢敢要再個出現咯？你從這位，雖然阿妹看起來已堅強，不過我切最終的這個本阿妹輸到大劫。家姐，这是嘛上班喏？哎呦，冇啊，就左邊啊，睡唔好啦，有些甜。咁我休息啦，吼，啊，冇甜，啊。阿妹啊，我出去一下好嘞，哈。还是啦，舒服特没。看嘛该啊！冇啊，我吃顿咁咩奇怪哦。我唔抢你啦，抢死唔抢用。他叫米体奶啦。好了。哎呀，歹势哦，输我摕啦吼。俺知道吼，俺用啥有默契。穷死你的穷用了。马上老有默契。解嘅。超哥。啊，你似買嘢冇？嗰個啦。買嘢，買嘢。冰山流水何处去？重逢难依旧不渝。
遥望故乡河，遥远的呀，初恋会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有时故人须相随。残霞畔爬高帆，你也笑声无言又抚平，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中间，山歌一曲能唱多。